来看别人吼，咧出定什么政策，咧颁布什么款的命令，咧讲什么款的话，做什么款的代志，咱若家己无共款的位，无共款的身份，咱就莫甲批评，袂使去批评哦，因为咱每一个吼徛的位无共款，咧看代志的角度无共款。所以所做的代志就无共款，结果咱以咱的角度去看别人的角度，讲你安尼有对，来去人批评，这就唔对啊。当有一天咱若徛到迄个角度，咱就知原来吼，咱拢唔对是安尼。所以无在迄个位，吼，咱就莫去共批评。所以讲，佮用一个方面去甲伊讲，咱甲这不来摕掉吼。甲铺起叫做啥？叫做在其位，无其境。咱无伫迄个位，咱就莫想迄个位的代志。来，咱若在即个位，咱就爱甲即个位做好诶好势。办咧啥物款角色来甲做好势吼，该尽咱诶本分，该咱承担诶，该咱做诶，咱爱好好去甲伊完成。这才是即句话真正意思啦吼。所以咱经主嘛讲。君子事不出其位，一个真正的君子，伊所想的拢无离开着伊的本分。这本分咱着较拄少别人讲哦，讲这本分咱家有来到咱的心，咱的心的本分是啥？心的本分就是无离开着这个道。所以讲到尾啊，其实真正的本位就是讲咱这个道，这道心道念。所以真正是个君子，伊所想所做拢无离开着道。